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觉斯坦，近100万人强行被中共共党关押在所谓教育培训中心，遭受了各种摧残、欺压、破坏等等严重酷刑。其他看管人员也到了无法忍受无辜人员受难的程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与关押人员一起进行了反抗活动。据消息称，喀什市亚日巴格社区党委书记派兹莱提拜可热因同情关押人员被抓捕。白宫声明，美国联合国总统汤纳德·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软化对俄罗斯的威胁。声明称，对叙利亚政府采取导弹攻击只是强调各种替代方案评估步骤的可能性之一。阿尔及利亚国防部11日发表声明，一架军用运输机当天坠毁，造成机上257人丧生，机上乘客主要为军人和军人家属。这架军用飞机当天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附近的布法里克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西南部省贝沙尔，但起飞后不久坠毁并起火。阿塞拜疆前届总统伊尔哈木·阿利耶夫再度参加选举并赢得了胜利，当选下一届总统。阿塞拜疆选举委员会宣布，总统阿利耶夫获得86%的选票。也门胡塞人发射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时，沙特通过防御系统摧毁了从也门发射的弹道导弹。照相爱好者在首都利雅得许多地方都拍下了防御系统对导弹隐形的破坏。法国航空公司和铁路工人罢工，导致当地居民的出行乃至日常生活等许多方面都受到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及瘫痪。此次罢工对生活设施法案修正的要求也逐渐增加。